好，我哋繼續開始啊，馬上開始。各位同學、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又到咗師傅在線，福利來了呢個節目啦。都係由你哋嘅老朋友啊，許光明師傅三照道長同你哋一齊進行呢個節目嘅。咁呢個節目呢，我哋以前呢係每個禮拜二晚上10點到10點半嘅。咁由今期開始呢，我哋就會改為禮拜四晚上10點到10點半，即係每逢禮拜四晚上10點到10點半就會進行我哋呢個師傅在線福利來了呢個活動。另外呢，其他嘅嘢係唔變嘅，比如話你哋有啲咩問題要揾許光明師傅三照道長去做預測嘅，你就聯繫下邊呢個工作人員進行呢個聯繫就得㗎啦。另外呢，我哋喺10月份即係呢個月咧，最後一個禮拜6日呢，咁我哋喺香港觀塘嗰邊呢，有呢個線下班南傳茅山法呢個線下法術弟子班嘅職業培訓嘅，想了解相關嘅培訓情況，咁都可以聯繫下邊嘅工作人員參與呢個報名學習嘅。OK， 好，咁今日咧都係有2個環節啊。第一個係同你哋有需求，我揾師傅免費測算嘅，同埋免費攞呢個建議嘅。咁你就聯繫下面工作人員咧，我哋一定會同你哋做預測嘅。OK， 咁你第一個環節就係呢個免費提問呢個環節啦。咁有位同學咧，佢又問師傅，我已一段時間睇中醫，但都未見好轉，請問我是否應該轉另外一位中醫呢？呢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身體嘅情況會幾時康復呢？仲係對我日後會有影響呢？呢位朋友咧係個女性朋友咁自己開盤問，自己做預測咁點去睇佢呢樣嘢咧？因為佢喺呢個10月9號，即係今日下晝4點鐘自己做預測嘅，咁日光落宮就代表佢自己啦。咁落喺呢度落喺呢度咁佢嘅情況依家咧，佢呢個係面測嘅話咧佢係面測啊嘛，就冇四害。日光落宮又冇四害，天瑞星落宮又冇四害。咁2個落宮都冇四害，日光落宮又冇四害，天瑞星落宮又冇四害，即係證明佢呢個病咧係咪好嚴重咧？唔係好嚴重嘅啫，唔會攞命嘅所以話咧，對我日後會有咩影響啊？放心，唔會攞命。但係有啲咩影響咧？同埋使唔使換個醫生睇咧？同埋身體嘅情況幾時康復咧？我哋點樣去睇？首先佢睇嘅係中醫，咁咧究竟係大概係邊方面嘅病咧？我哋先將個病痛揾出嚟。日光落宮冇四害，天瑞星落宮又冇四害，咁仲要睇咩？時降落宮有冇四害？時降落宮落喺呢度，落喺權宮。權宮係雙入墓，加臨九天，天柱星幽門。權宮代表頭殼啊，權為頭啊嘛。權宮代表脊椎啊，成個大陣啊。臨九天代表高啊，所以咧佢就唔係大陣嘅問題，應該係成個頸部以上嘅頭部嘅問題。丙加葉入墓，丙為紅色為火，葉木為彎彎曲曲，所以極有可能咧，一係血液嘅問題，一係頸椎嘅問題天柱星加幽門，其實呢啲又係應該係血壓之類嘅問題都有可能就肯定係頭部嘅問題肯定係頭部嘅問題而且咧佢依家係陰遁5個咁極有可能又係四肢腳嘅問題腳嗰對腳嘅問題，就係呢2大問題，一係頭部嘅問題，一係腳嘅問題
嗱，頭部咧一般都基本上都係眼睛啊、血液啊、血壓啊之類嘅嘢咯。腳嘅問題咧，柄為圓嘅，葉目為彎曲嘅。腳嘅問題幾有可能係關節啊、筋骨啊方面嘅問題。OK， 好。咁你知道佢呢個問題之後咧，咁都好容易做嘅嘢。佢依家睇嘅係咩嘢啊？中醫。咁中醫咪睇葉目咯，呢個咪中醫咯。咁呢個中醫有冇四害啊？有，即係證明依家個中醫咧夠唔夠力啊？唔夠力，而且仲泄起道氣，你仲要去生呢個醫生，所以呢個醫生唔生你，唔俾和你，唔同工你，佢就醫唔好你嘅病，佢又醫唔好你嘅病。咁下一個醫生係咩咧？地盤降變天盤降為下一個落喺呢度，咁佢就生你，所以換醫生好唔好？好，應該換醫生啊，應該換醫生。但係呢個換下一個醫生咧，又會有同一個問題，入墓加門壁。啊，呢個原嚟嘅醫生係齋門壁，呢個仲入墓啊，仲入墓。咁呢個醫生幫唔幫到你咧？但係佢總體嚟講係生你嘅，佢技術唔好，唔算係太好，但係佢生你可以幫到你嘅。但係為咗你想揾個更加好嘅醫生，你呢個係一個時局啊嘛。屋企嘅東北邊揾個丑日，唔係丑日，人日人時，記住係人日人時，揾個人日人時嘅日子，將屋企嘅東北邊執拾好嘅，人時好3點到5點嘅凌晨，執拾間屋企啊，執拾間屋企啊，掃乾淨屋企嘅嘢，即係東北邊，淨係搞東北邊得啊。咁呢個醫生就好容易揾到噶啦，啊，好容易揾到。依家係戌月，戌喺呢度，亥喺呢度，咁呢度就亥日，亥又喺呢度。你照做嘅話咧，一般咧過多半個月咧，就會揾到呢個好嘅醫生。人日人時搞好屋企東北邊，執拾乾淨，半個月左右就會揾到一個好嘅醫生。然後咧過多幾個月，到咗人月，即係過完年咧，過年啊，農曆1月份啊，正月啊，你就會康復噶啦。啊，咁樣去做 ，OK。而且咧，佢以屋企嘅為中心點，去東北邊玩。啊，去東北邊，我頭先已經講咗成個做嘢嘅順序㗎啦。先人日人時搞好屋企嗰啲東北邊嘅嘢先 ，OK。好，工作人員跟進下呢件事情 ，OK。好。冇朋友問問題啊，我哋就講下呢個時事分析嘅呢個環節啊。咁啊，10月1號啊，呢個香港故宮特別開放啊，呢個封路安排。當然呢個香港故宮咧，其實有機會嘅朋友咧，一定要去香港故宮去睇一睇嘅，因為佢都係免費嘅，基本上。我都有幸啊，有機會啊，非常之幸運啊，早舊年定前年我去過睇過一次嘅。當然我去嗰度唔係湊熱鬧嘅，我去故宮睇嘢咧，我係為咗睇咩嘢咧？我去故宮係為咗學習，因為故宮有好多藝術品展出嘅，啊，有古代嘅又有，現代嘅有，宮廷嘅有，民間嘅有。我去嗰度係學人哋藝術品嘅一啲設計嘅嘢。咁我自己都係做呢一行嘅，因為我要設計好多法器嘅，啊，我會做設計好多法器嘅，我都會參考下故宮嘅一啲情況去做嘅。明白嘅，市民所以一定有機會一定要去故宮係揾啲靈感。當然你話我對嗰啲冇興趣，去啦。你見到一樣中意嘅嘢，你就多啲研究佢，你會有靈感嘅。呢個靈感有咩用啊？有㗎，有可能靈感對你投資有幫助。呢個靈感可能同你搞掂呢個老細啊，搞掂呢個客戶都有幫助啊。去睇啦，睇到自己啱嘅就去研究佢，影相落去，或者就係當場就係研究佢，有用。藝術品呢啲嘢咧，講真，睇景門啊，記住。
睇景門，比如好似呢啲故宮藝術品嘅嘢咧，你覺得呢個嘢對你有冇用咧？起黑局用奇門遁甲起黑局去睇，你就睇景門羅宮，景門羅宮冇四害，證明呢樣嘢對你係有用嘅，去研究佢啊！藝術品就咁樣玩嘅，睇景門羅宮，景門羅宮冇四害就去搞佢，去研究佢，用黑局去睇，記住用黑局去睇 ，OK，好。10月2號香港年度10大傑出青年評選揭曉咁呢個當然呢個傑出青年邊個行業都有㗎啦，係咪先？咩行業都有㗎啦有體育界醫學、藝術、政治、企業都有嘅，所以你哋有機會，你哋都去選一選咧去選一選咧，OK。但係用玄學嘅嘢點去睇咧？我成日都話嘅呢啲。比賽又好，競選又好，乜都好啊！比如好多競選人1、2、3、4、5、6、7、8、90咁樣，咁同佢哋編一個號，因為奇門遁甲入邊咧，1、2、3、4、5、6、7、8、9、1011、12、13等等等等啲都去編號。你想知道邊個會勝出？其實最簡單嘅方法就係佢有順序嘅，佢有排咗號嘅，你又按佢排號嗰度代入某一個宮位，只要呢個宮位冇四害，證明佢勝出嘅機率就好大，就係咁意思啦。好似呢個宮位咁，呢啲冇四害嘅勝出嘅咪大咯。嗱，呢度有4號，有13號，有1號，有10號，仲有咧仲有咧6號，呢啲咪勝出咪大咯，咪重點盯住呢啲去買咯，或者去做佢嘅工作咯。所以奇門遁甲乜都可以搞得掂嘅。你哋有機會咧真係自己唔識搞就多問下許光明師傅啦，多揾下許三照師傅去諮詢。我收嘅諮詢費又唔貴。另外咧，我唔單單俾你諮詢噶嘛，我仲會話俾你聽 O 唔 OK 啊，得唔得啊，掂唔掂啊？有啲咩建議，有啲咩方法先搞得掂啊？我都會免費話俾你聽。多啲人問，當然你收費問人，我就更加歡迎啦，係咪先？收費問咧，仲有更加多好嘅建議俾到大家咯，甚至會貼身服務你咯，服務到你搞掂呢件事情為主咯。OK 好。明日大嶼特殺庭聚焦北部發展所以咧香港6000億嘅填海工程爛尾，呢個講係大嶼山嗰邊咯，交椅洲嗰邊，大嶼山嗰邊應該係嗬。其實呢個點理解咧？投資咗5000個億係上一任提出嘅呢個填海造地呢個工程，咁依家就俾政府叫停，因為政府咧要放喺邊度要放喺邊度要放喺北部建設嗰度要放喺北部建設嗰度要放喺北部建設嗰度，因為點講咧？其實社會嘅發展咧，講真咧，肯定係兩地比如話香港嘅鄰近呢個深圳噶嘛，你得閒去深圳福田我經常喺深圳福田區羅湖區我經常喺嗰度都會幫人哋睇風水做事拜訪啲客戶咁我企喺福田區嗰啲高樓大廈望向香港呢邊，因為福田望向香港呢邊咧，應該係粉嶺嗰頭冇高樓大廈嘅陰公，全部都係農田，全部都係魚塘，即係深圳河一河之隔，呢邊福田呢邊咧高樓大廈，
多到不得了。香港嗰邊咧，全部都係農田啊，係啲魚塘。咁其實你香港要發展，你唔向北邊發展，你向南邊發展，仲發乜鬼啊？你南邊全部都係啲海島嚟噶嘛？你嗌啲人去海島嗰邊上班啊？你仲喺度玩啫嘛？喺度玩，你政府又揾到幾多錢？啊，好似佢呢啲咁搞呢啲嘢，你去政府嗰度玩，你人哋揾到幾多錢咧？你個政府咧嗱，休閒啱唔啱啊？康樂啊，商業相關呢度就唔知，旅遊相關基本公用系統，講真咧，你日日走過去玩咩？所以呢啲錢銀唔係咁樣去使嘅。你哋作為老細都係啊，你以後做家長又係，唔係咁樣去諗計嘅。你唔向北邊發展點咧？北邊嘅空間又大，交通又方便，投入又少。如果你係做南邊話，投入又大，回報又慢，梗係往北邊走啊！你北邊又去吸引香港嘅人去北邊居住，往香港北邊去揾錢翻工，又去吸引深圳嘅人落嚟。所以我同你講，遲早呢個通關係好便利嘅，而家都有噶嘛，全部都係用攝像頭嘅，都唔使再通關，都唔使再碌卡嘅，全部用攝像頭睇嘅，用攝像頭睇嘅。啊，所以以後呢啲通關就應該好快嘅，所以應該發展北邊係最好。所以好多時候我哋要睇一個項目究竟做唔做得過。第一，開門落工睇項目，呢個項目冇四害就基本上做得。但係呢個項目可唔可以揾錢咧，大佬？可唔可以揾錢咧？日光落工代表你自己。如果呢個項目唔生，你唔俾喎，你唔同工，你就揾唔到錢嘅。因為我哋作為一個人啊，搞一個項目又好，或者自己你作為老細，你自己搞個項目又好，唔係話講呢個項目好或者唔好㗎。開門落工冇四害就代表呢個項目係好嘅，係好項目嚟嘅。有四害代表呢個項目係唔好嘅。但係佢唔生你唔俾喎，你有鬼用咩？明白未？就冇用噶嘛，大佬啊，就咁樣去睇啊。啊，學識奇門遁甲幾好，係咪先？好，周笠潮加棘啊，加棘棘呢個讀棘啊，周笠潮加棘嗱，咁周笠潮加棘咁啊，大家都話啊好慘啊，老字號又冇啦，呢度又冇啦，嗰度又冇啦，啊，全部都晒笠啦，未去過啦，唉，我都成日都講嘅，社會嘅發展，啲老嘢就行開啦，啊。嗰啲唔好嘅行業都要敗㗎啦，肯定㗎，大佬啊！咁你唔係話咩啊？經濟環境唔好，唔係話經濟環境唔好，飲飲食食個個都要食㗎。咁點解唔去你嗰度食嘅？你唔去諗下，又貴又唔好食，又冇服務，又冇環境，又冇裝修，人哋食鬼咩？啊，就係咁啊嘛！明白我意思未？啊，我喺香港我都食過好多酒樓啊、酒店啊。茶餐廳啊，我都食過。以前未去過茶餐廳，就以為茶餐廳係好好食嘅。嗰啲嘢真係魚冇魚味，雞冇雞味。你試下食吉利魚扒咧，吉利雞扒有咩味？求其炒個雞都冇味噶，唔好話咩嘢啊！咁點食啊？啊，去啲酒樓咧，有啲又貴到阿媽都唔認得，又唔話好好食。求其係整個咕嚕肉，嗰啲咕嚕肉講真咧，仲幾嚿水一碟。哎呀，真係老命啊！嗰啲嘢就唔好食，啱唔啱？唔係話唔會講話經濟環境唔好導致執笠嘅，我認為就係人民群眾嘅眼睛係雪亮啊！咁好多喺香港居住嘅人，咁都知道你嗰啲嘢唔好食，服務又唔好，裝修又唔好，鬼喺度食咩又貴，係咪先？但係人哋睇啦，雖然執笠潮加劇。啊！但係香港清盤王啊賺翻啊嘛，賺好撚多錢啊！咁你人哋點做得到？人哋點做到嘅咧？所以話咧，行行出狀元啊！講真，你話呢行唔好做，嗰行唔好做，但係人哋嗰行、人哋呢行都有好多人揾錢嘅。所以咧，我哋倒不如
反轉嚟要問下我哋自己，我哋點樣喺依家嘅社會點樣去生存仲好過啦？學多啲嘢咪得咯，跟住許光明老師三照道長學多啲嘢咪得咯。你睇下幾犀利啊！呢位大佬啊，安永企業啊呢個老細啊，清盤王啊，好有錢啊，人哋好有錢啊，被稱為清盤王嘅黎嘉欣嗱，呢個男嘅名嚇，唔係女人名嚇，O 唔 OK 啊？哦，企業豐富嘅實踐經驗，深刻剖析咗香港企業嘅生死存亡時候，鮮為人知嘅重組技巧同埋市場潛規則，你唔去學呢啲嘢，你哋去學乜嘢啊？又喺度呻，又話呢度執笠咯，嗰度執笠咯，啊人哋就喺度揾錢，學下人哋點樣搞嘅仲好過，點樣搞重組啊？點樣玩呢啲市場潛規則啊？玩學呢啲咪好咯？係咪要學咧？冇錯，要學。啊，其實一樣嘅，咁好多時候，呢間企業有冇得救咧？要睇幾樣嘢咯。我認為係咁樣睇幾樣嘢咯。第一個，開門就代表呢間企業有四害就好難救，冇四害就容易救啲。呢個第一個。第二個睇無土咯，錢銀嘅問題咯。錢銀有四害難救啲，錢銀冇四害好救啲。再加上咧，錢銀生你俾和你開門落工又好搞嘅，有錢啊嘛，啊撲得到水啊嘛，就咁簡單睇咯，仲使點樣睇啫？難唔難啊？唔難嘅。好，阿特首啊，阿超哥心急如焚，兩大真相，為咗呢件事，北部萬億押注，呢啲好玩啊！你咪睇我頭先所講嘅呢邊係咩啊？啊呢邊係咩啊？深圳福田路啊，呢邊咧香港粉嶺嗰頭啊，落馬洲啊，粉嶺嗰頭，我都經常去嗰度睇風水㗎。米埔啊，我都去過米埔啊，米埔睇風水，米埔新村又睇過，米埔舊村又睇過。我喺香港行嘅地方仲多過你哋啊！所以北部嘅發展咧，確實係 OK 嘅，你唔去玩好難搞嘅。啊，一定要玩北部嘅發展。你睇呢邊北部啊，越臨深圳咁咩嘢咁近，只要個通關搞得掂，其實我諗到係幾種通關嘅方法咧。當然呢啲到時再講。如果快速通關係咁樣嘅，內地或者內地嘅人落嚟，就要簡單通關，簡單通關啊！但係翻出去咧啊，當然呢啲仲要睇啊，到時呢度唔係我哋去諗啊，唔好理佢。OK，只不過係呢啲項目一樣嘅，開門好緊要㗎，開門冇四害，由生理、比和理、同公理呢個項目有得搞咁樣去諗啦，同埋一樣嘅香港嘅太空經濟藍圖一樣咁樣去睇嘅，成立香港呢個太空機械人與能源中心呢啲全部都去做嘅，同樣道理咧，你要唔要投咧呢個項目咧？因為喺內地咧都好多項目投嘅，呢個項目咧，而家內地咧好多人都會又話嗌你投呢個項目啊，投嗰個項目啊，都會嗌你去投。咁呢個項目投唔投得過咧，真係要睇開門落工咯。冇四害又生你又比和你又同工你就去投啦，如果唔係就唔好去投。張學友，張學友，2025年紅館8場跨年呢個演唱會，你有冇聽咧？我喺5月份喺澳門就聽咗佢呢個演唱會60+，哇！阿學友哥犀利，2023年6月份就玩呢個60+巡迴演唱會，個禮拜6日都有啊！有時喺香港，有時喺澳門，有時喺內地，個禮拜6日，真係攞命啊！將演唱會當成上班，佢個禮拜6日上班咪等於係咯，咁禮拜5可能都要做準備咯，真係攞命。幾廿歲噶，佢64噶，今年好似。我哋細個嗰陣時，我讀中學嘅時候就興四大天王咯，嗰陣時係92年、92年、95年，我讀中學嘅時候興四大天王，聽佢嘅歌啦。
咁以前讀書啊冇錢就買飛嘅，啲飛好貴㗎，以前都千幾蚊㗎，幾廿年前都千幾蚊一張㗎，依家都係千幾蚊一張啊，就係都未，即係幾廿年都未升過價。咁依家出嚟做嘢就咪聽多幾次咯。但係講真咧，四大天王老㗎啦，我今年5月份喺澳門聽咗一場咧。嗰啲唱功同以前冇得比嘅，好多啲調唱唔到啊！啲精氣神都冇以前咁好啊！60幾歲啊，唉難講啊，冇計啊！即係哇，你咪諗下佢嚟計翻條數啊嗱，由2023年到依家24、252年啦啩，2年零幾個月啦喎，30個月啦喎，30個月開咗280場，死啊！一個月開幾場？一個月開幾場啊？7場啊，大佬啊！一個月開7場啊，個禮拜6日都唱啊，仲慘過翻工啊！不過真係要聽啊，我哋都老啦，我都40幾啊，佢咪60幾啊，係咪先？再唔去聽冇得唱，而家黎明又唔唱，得翻學友日日唱，郭富城耐唔中唱下，啲票仲難買添。劉德華依家又拍戲嘅多，唱歌又少，咁咪點搞啊？咪睇，睇景門呢個景門啊，只係藝術類嘅嘢，全部睇景門啊，就咁樣睇啊。呢個演唱會買到飛啊，好唔好睇啊？睇景門啊，景門樂宮有4台就好睇咯，就咁簡單。景門樂宮冇4台就睇啦。OK，就咁多啊，今日就咁多啦。好，我哋下次再見啦，下一期更加精彩。記住啊，我哋改咗噶，禮拜4晚啊，每逢禮拜4晚10點到10點半就開始噶啦。OK，多謝大家，拜拜。